老师 Yes. 这阮囝伊拄来个提米啊Hey. Hi. Good morning. Hello. Happy Sunday. Yeah. Congratulations, moving, and your daughter. Thank you. Thank you. 人工报道啊，I like it. I did. Yeah, 在用哦。时间差不多了吼，咱请牧师娘来带咱来祈祷，要开始礼拜哈。咱做伙来祈祷，开始今仔日的礼拜。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若想到你的疼，阮实在是讲袂了。你伫即个艰苦的中间，行险的中间，无论火烧山，无论 coronavirus， 无论是 riot， 甚至有人用言语、用身躯肉体来攻击，来做不应该的代志。总是你有赏赐阮平安，阮实在是感谢你。阮在即个世界已经坠落到伫真深的深渊，主啊，只有你会当救阮脱离即个，救阮出来伫即个苦痛惊吓的世代。虽然阮的肉体用行，都是有时啊心神艰苦，真侪人精神艰苦，无地法，地球就爱做出不应该做的代志。主啊，求你怜悯，特别阮的美国是用你的名来设的国家，即马已经坠落到真深的所在。主啊，愿即摆的选举的总统，要选的总统，求你家己信心感动阮，互阮知影阮应该爱选什么人，互阮踊跃来为着阮家己，为着即个国家，为着即个社会，踊跃去选你爱要伊做来管理、保护、正当即个人民的美国的总统。求你甲阮每一人三甲地，互阮有智慧。主啊，阮特别为着破病的人祈祷，因为知影你知影破病的人实在是身躯有艰苦，总是因为心神也真艰苦。主啊，求你帮咱医治。虽然我有时感觉到阮的头前，哪亲像行无路，雾袂明，后壁阁有人咧甲你追，亲像你伫旷野，毋知要找啥人的时，
主啊，你绝对会甲阮开路。有时阮感觉着阮船坐伫船内，阮一定爱过去迄边，总是大风大雨。但是阮感谢你，你甲阮伫船中。主啊，阮若有你，阮什么事拢是平安。是世间人是肉体，永远会拄着心灵的艰苦，也是肉体的艰苦。主啊，若有你甲阮伫地，阮拢毋免烦恼，毋免惊遐，阮一切交代你，因为你会甲阮安排一切。阮感谢你，阮今仔日会当来到伫你的面前，一只敬拜你。主啊，求你感染阮的敬拜的心，有阮即个敬拜真正加上伫你的面前受你祝福。愿将今仔日的聚会完全看伫你的手，完全你来掌管。无论要讲你的话，还是听你的话，拢得到舒服，拢得到你的稳定。愿感谢你，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主啊，你各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遮个山也袂生出地甲世界，你永远袂造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请咱来吟圣诗，圣诗第257首，257首，心目五子坚固。希望
受尽的罪。咱用新的概念来祈祷，新的概念。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主边亲像家己，正常人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我用新的概念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那恁若三听，正人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真济。咱来用启应文，按三角来启应，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30篇，启应文第30篇。45页吼，智慧减无得救，伊伫路边悬地的顶面，伫城门边伫城门口，圣人啊，我叫恁，讲这个人啊，恁就会晓得通达的你。恁就听，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是哦，伫耶和华做法的起头。对永远、对极头，未有世界的大声，我已经受设立。大山未定着，小山未有的大声，已经生我。伊建立这天设圆圈伫深渊的顶面，甲海定着界限，互水无搬过伊的命令。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互伊欢喜，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恁遮的囝担着听等我，因为我接受我的道路的，就是有福气。听等我日日伫我的门口得等。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活命。得罪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请来看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1节。帖撒罗尼迦第2章第1节到第8节。因为兄弟，恁家己知感情到恁中间毋是空空，独伫菲律宾已经大声受苦，拄着凌辱，接恁所知的远伫做征战的中间，把靠咱的上帝，得着好胆对恁讲上帝的福音，因为阮的训勉毋是出自谄媚。
毋是出于无清气，也毋是用奸诈，就是阮互上帝验过，才会用福音托中阮。阮就照安尼来讲，毋是亲像互人欢喜的，就是互验阮心的上帝欢喜。因为阮拢袂捌甜蜜的，用甜蜜的话，照恁所知的，也无用砖头来砍、食砍，贪心上帝做干净。阮做基督的使徒，虽然通教人敬重阮，总是毋捌对人求荣光，也无对伊，也无对别人。阮就是温柔行伫恁中间，亲像恋母摇家己的囝，亲像安尼，阮因为恋无恁，就毋拿上帝的福音，连家己的性命也欢喜互恁，因为恁伫阮所疼痛，恁是阮所疼痛的。即点要来用华语吼。弟兄们，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去访问你们，并不是没有效果的。你们知道，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以前在腓立比已经受迫害、受侮辱，可是我们的上帝给了我们勇气，使我们不怕任何阻挠，把他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勉励不是出于幻想或不良的动机，也不是想欺诈什么人，相反的，上帝选拔我们，把福音的任务付托我们，因此我们只说他要我们说的话。我们不讨好人，只求喜悦那位鉴察我们内心的上帝。你们知道，我们从来不向你们谄媚的话，也没有强求任何人的称赞，没有求你们的，也没有求别人的。我们身为基督徒，本有权要求你们的尊重，可是在你们那里，我们温柔的待你们，像母亲如养儿女一样。为了爱你们，我们不但愿意跟你们分享从上帝来的福音，连我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是的吼，稍作哈。OK， 这点咱要请咱的牧师来带咱祈祷伊甲咱讲的对白是受托就交代。咱三个按头来祈祷。主你听从阮的祈祷，感谢你的恩典。你伫阮所生活的所在南加州，在欠缺水的时阵，你赏赐清早的甘露落雨伫阮这个土地。虽然是单薄，但是阮献上满心的感谢。伫你的恩典的内面，阮会通得到润泽，阮会通伫这个病情真严重的时，得到主你的顾守。当然，阮需要尽阮的本分来保守好阮家己。阮也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成长伫这个土地、这个世界的人，也搁一个所在受到这个武汉疫情的影响，有一人搁继续咧染病在中间。阮需要主你的恩典来到阮三个地带。这个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一届的疫情，今年来发生。主，阮也感谢你过去的带领，无论阮伫身躯也伫心灵顶悬的欠缺，你拢来补足。阮伫遮也要为着阮的同工现在阮的兄弟姊妹无熟悉，但是这个杨家俊牧师失去伊的查某囝还未出世的查某囝，求主你的圣神甲因三个地带
会通将你的安慰守守伫因的中间。我也求主你继续来祝福阮的教会，伫即个疫情的中间，我们要安怎继续来往前行。过去的日子31年，你的带领，互阮来领受你伫阮遮，阮受托伫即个所在建立的教会。再来往前要行即个关键的时期，阮面对即个疫情，阮面对无法度真正常，亲像过去安尼伫教会的敬拜。所以，阮都爱用实体甲网络来进行的时，阮求主你的智慧放伫阮的中间，阮来思想阮头前所要行的道路。阮感谢你带领阮今日搁倒来伫圣殿来参加组织，无论是伫圣殿内底，还是透过网络，主你拢平平来看顾，享受你的平安伫阮的中间。咱就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小可介绍我拄则咧祈祷中间咧讲杨家俊牧师啦吼，伊是我辅导的一个传道者吼照讲是后个月囡仔才会出世啦吼前几工仔就发现讲伊腹肚体无心跳去病院急诊破腹救2工啦吼伫拜六宣布透早3点外宣布死亡安尼吼。所以，咱为着这个家庭祈祷啦，吼少年的牧者的家庭吼。好，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这段的经文，甲咱即卖咧研经咧读的这段的经文真有关系。咱即卖已经进入伫拜五早经进入伫这个保罗第2届的宣教历程，对无？咱已经有讲到腓立比腓立比发生什么代志？今仔日经文有甲咱提醒吼，腓立比发生一项代志，就是保罗甲西拉去互关伫监狱内底的代志。为什么原因被关？其实是保罗有小可咧透露即个物件。伊咧讲，因受托是受着上帝的托，所以伊所得意的是，毋是人的欢喜，是啥？是上帝的欢喜。伊咧形容。伊过去因所拄着遐代志，所以帮助咱伫早经甲今仔日的信息的中间，咱搁来思考吼。你会发现讲，牧师用受托用这个钱英语写讲 Holy Spirit 为什么要用这个图来做回应？咱会当伫第2摆保罗的宣教的旅程的时阵，伊拄开始伊的方向，伊家己想要去倒位，咱会记得无？伊甲巴拿巴讲啥？行，咱倒转来留咧，咱过去设立的教会的所在，咱看因好无？安尼有无？这是伊开始咧讲的，这是第15章后壁遐咧讲的，主道行传15章。然后圣经甲咱讲啥？圣神不准圣神无爱互因伫亚细亚，圣神要爱因搁继续往前行，去到伫马其顿的所在，腓立比就是伫马其顿内底。这是欧洲，帖撒罗尼迦也是伫这个所在无偌远的所在，所以会通讲是因对腓立比离开了后，接煞的就是后一个目标，就是要去帖撒罗尼迦。当然，这中国经过一寡城市吼。安尼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因整个的旅程是圣神在引带因。正着安尼，咱会当了解，搁倒来去保罗受呼召的时阵。也是圣神来甲伊感召。今仔日第2章的第4节，保罗安尼讲，就是阮互上帝验过，咱注意甲看吼，阮去互上帝验过，才用福音托中阮。OK， 伊才讲的阮是啥物人？咱拄则讲保罗甲西拉，但是你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拄开始的时阵，有写。保罗批信吼，头起始拢会写讲吼，什么人写批要互什么人，伊才写3个人，搁一个啥物人？就是第2摆旅程中间第1站，去到特庇的时阵，罗斯德的时阵，伊去竞选着一个学生，叫啥名？提摩太伊咧讲，因遮同工做伙所咧做的代志所以阮是咧指。上届无即3个同工伫即个所在。伊讲
毋是亲像互人欢喜的，是互严远的心的上帝来欢喜。讲伊伫这是中文哈。相反的，上帝信任我们，把传福音的任务托付我们啊。因此，所以我今日掠这个做 keyword 来甲大家分享。伊前后所咧讲的物件，伊到底伫咧讲啥物货？当然，伊最重要就是咧讲第45页。阮无要讨人的欢喜，只求取悦那查验我们内心的上帝啊！这是保罗讲足清楚，足清楚。我要咱看英语哈，伊安怎讲 ？By God to be entrusted， 后边是啥 ？With the gospel。OK， 上帝托中伊要做的代志，就是传福音。啊，英语的翻译更加清楚哦。By God， 借着上帝，互阮的信任是要放伫啥物诶？传福音的时间点管啊，这足清楚伫这个所在啊。所以咱会通对这个整个的历史，咱所咧读这的经文，甲放做伙来思考。保罗咧提供这样代志，伊的目的是要甲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信徒讲，我所记的毋是我这个我家己的责任吼，毋是要重视人的看法。伊若重视人的看法，伊伫菲律宾就袂去用关啊，是毋是安尼？伊所重视的是福音的真道，这个基础顶悬，所以伊去医治迄个犯规的负责人，是毋是安尼？然后比例嘛，吼，咱拄伫拜五拄读过这段英文吼，所以伊无要追求人的欢喜，是要追求上帝的欢喜啊！这是伊真重要的点啦，吼。咱今仔日个转来爱来讲，就讲这个呼召的部分啦，吼，呼召的部分。啊，咱要讲到呼召的部分，咱要讲的是讲，伫圣经内底咧讲到这个交托，也是讲托付，也是讲英语讲 entrust 吼安尼这个角度来讲，咱通常拢有几个无共款的讲法啦。比如讲，咱有当时也会讲交代，有个人讲交托，有个人讲交办，基本上伊拢是咧表示被信任。所以伫拄则英语的经文，甲咱讲啥 ？By God and trust， 这个物件，所以上帝是信任，然后甲责任来交互因啦。咱倒转来拄则的经文台语安怎讲？阮互上帝验过，意思是讲啥物话？若用现代讲吼，阮有啥物话 ？certificate， 阮有证书的啦，上帝亲自甲阮验过，将这个福音托中阮，台语嘛真清楚的翻译伫这个所在。所以，伊这个呼召是借着上帝正式授权予伊。伊要来讲伊的迄个代表性是一个正式的 official 对上帝所交代因的，对圣神所带领因的，所以伊是被信任的，代表伊是正统。为什么爱安尼讲？因为咱知影伫初代教会，特别是保罗的批信中间，咧面对两大的异端，两大异端，一个是犹太基督徒。有犹太文化背景的，另外一个是希腊的遮的道神敬拜的遮的物件。然后咱拄则讲，伊是瓦克圣神，包括保罗受伫咧往大马色的路上受到光照着，受到呼召。咱看到讲，今日要讲这呼召。是上帝来呼召伊要做的。伫帖撒罗尼迦教会因所会去拄到的物件的代志的困难，其实甲菲律宾无有两样啦，其实拢共款，麻烦嘛真济，困难嘛真济。拄头起先，咱来看整个保罗的宣教的路程的中间。每一届伊靠一个新的所在，拄头起先，大家拢足欢迎伊啊，因为伊讲的甲别人拢无共款啊。
咱渐，伊咧讲的真理，毋是人都无介意啊，是在地一寡有影响力的人，有利益伫中间的人，因开始来反对伊，因为保罗所咧讲的会影响到因的利益，包括咱讲的伫菲律宾伊受了的原因是安怎？迄个犯鬼神的负责人，伊的主人是利用伊，咧做趁价，咧趁钱吼。所以渐咱会看讲，伊有一寡困难就会出现，甚至遭抵到有人要杀伊，要治伊性命安尼吼，要杀。所以伫第20今仔日的第20的经文，甲咱讲真清楚，伊的责任就是要来传福音，要来传福音。伊去到逐所在，无论伊是特别要去的，是圣神带伊去的，也是为着导咱，像第一摆上路买几个城市，是为着导咱一个搁一个搁一个安尼。伫遮伊拢借着遮个机会，把握遮个机会，伊拢伫遐传福音，因为伊知遮拢是上帝安排。拢是上帝的机会，拢是上帝予伊的呼召。所以伊讲，伊只有要传上帝的真理，无要传别项。什么叫传别项？咱若倒转来伫咱的信仰的体制内底，咱用旧约来讲啊吼，旧约有两种领导人物，一种是大家足爱，一种是大家足无爱。什么人是大家足爱？祭司，祭司专门咧替人献祭嘛。是安那？要替犯毋对的人，甲上帝安那纠正啊？上帝伊就悔罪啊、认罪啊，搁献上即个赦罪祭对无？伊就赦免伊嘛。所以，即个祭司的角色，就是咱咧有标耶稣基督大祭司即个中保啊。因上无爱什么人？天地，天地拢讲啥？拢讲严厉的话，敢毋对？恁安尼袂使，恁着爱悔改，恁着爱安怎有无？即两个角色，保罗伊嘛咧扮演即两个角色的物件的工作。伊去伫教会内底咧引带因教导因带因进入伫即个甲上帝的关系中间，但是伊嘛咧做先知的角色，咧传讲上帝的真理。所以伊伫遐强调讲，我毋是要求人的欢喜，我所讲的物件，毋是为着要互人欢喜。若要互人欢喜，伊就真好过。讲倒转来是讲，伊只有求上帝的欢喜，因为上帝爱伊传的是真理。爱去辩驳遮的异端也好，或者是讲希腊遮的异教也好，但是当因无论是异端也是犹太的遮的文化的物件，也是希腊遮的道神的敬拜，入来伫教会内底，拢成做教会的足歹的影响，所以伊需要真坦白、真清楚去教导遮个人。嘛，因为安尼，所以引起侪人会无欢喜。那个倒转来，伫迄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6节、第7节，伊讲安那？伊讲，伊写配互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讲，恁效法阮，也效法主。咱注意看这段经文咧讲的讲，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来学习保罗、甲西拉、甲提摩太。目的毋是要甲保罗因共款，迄个目的是后壁效法主，这个才是伊的目的吼。虽然恁遭受大难，这互咱来思考哦。伊咧讲啥物人遭受大难？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为什么？咱来思考者，咱连面佫继续来讲啊吼。恁犹原伫圣神所享受的喜乐中间来领受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倒转来，咱拄则咧讲的，讲保罗伊讲，我只有传上帝的真理，这个信息，毋是要互人欢喜的信息，但是因伫这个所在，因真直接真正甲讲，恁真喜乐中来领受
遭受大难，搁真喜乐来领受上帝的话。所以，因此恁诚做马其顿、甲爱加阿所有信徒的魔。保罗互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有足悬的评价。这是培训拄开始的时阵，伊就讲的代志。伊则讲真清楚，因为恁所受的苦难，啥物货？就是因伫保罗甲西拉离开腓立比了后，因受到伤害，受到侮辱，但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人悠然接纳因，嘛受到攻击嘛受到攻击，所以这个诚做一个真重要因的勇气啦咱看伊讲伫这个所在，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伊强调一个勇气足有勇敢伫传福音的代志顶悬爱真有勇气。为什么需要勇气？咱想讲，都做礼拜是安怎都要勇气啦但是咱来思考保罗咧讲的情景，甲咱即摆的情景是无共款的。保罗的情景是伊所面对的，拢毋是基督徒，有真侪迄种低劣的传统宗教的影响。好哪亲像150几年前台湾的第一代宣教师去到伫台湾的时阵安尼，因所面对的是一寡迷信的，当带医疗、带着疼、带着社会关怀去到伫台湾的时阵，遐的地方安那咧做这个，咱咧讲袂孤义的人啦，也是讲咧丧命的人啦，因会无欢喜，会影响因的生理所以因需要去面对这的代志，伊需要有勇气。今仔日第20个经文，但是上帝互阮勇气。保罗咧讲这件代志，是咧讲着腓立比所受到的灾害，因去用无代无志去用拍，因无代无志去用关这项代志。所以伊搁出来了安那，通常咧讲算了，我回家算了，有无？无伊搁继续勇敢去。我就记得讲，阮阿公迄阵伫花莲咧牧会的时阵出去当时会去用破屎呢，迄个时代啦迄个时代。伫早期你咧面对真侪无信主的人的中间，你要去传福音，伊有足侪通好甲你笑的代志，比如讲，伊会讲基督教死了无人哭啦讲真侪遮的话呢，甲你侮辱等等遮的。所以需要勇气，这个勇气是上帝所赏赐予因的。因伫这个侪人的反对的下面，悠然传福音互恁。这是拄则咱咧讲的保罗，伊咧讲的呼召。伊看重上帝的呼召，伊把这个困难放伫一边，因为伊相信伊所倚靠的上帝是咧照顾伊、帮助伊的。这就是拄则牧师小可咧甲咱描述的，保罗甲西拉伫腓立比所受到的灾害，这是伫使徒行传16章，咱礼拜5已经分享过我就现在甲咱放的咱若有趣味的，当搁倒转去甲这经文搁看一下因伫遐，因为伊伫一个受鬼附身的妇人人，去互伊的主人甲陷害、甲报官。去互人甲因刑罚，去用关伫监内底。当然嘛有发生一寡真趣味的代志，就是因伫安那，因伫这个中间有吟诗而乐，感觉开开，然后这个顾监的人因为安尼来信主这有真趣味的代志。咱大概来看迄个地理的关系啦菲律宾就是咱讲的讲。当保罗伊离开特罗亚，这是亚洲的最后一个城市亚细亚，坐船跳一个岛了后，来到一个新城市这个 Neapolis， 这是就是 New City 的意思。然后正式伊去到菲律宾的时阵，伊伫赶鬼，然后就受到困迫。再来伊就安那
经过2个城市咱过来拜5会去讲到安菲波利阿波罗尼亚这个城市，然后伊去到伫帖撒罗尼迦，去到伫遮的时阵，因所拄着代志已经透到伫遮。帖撒罗尼迦教会人知影，因无因为人的反对，保罗西拉嘛无因为人的反对，所以因认真伫遐来传福音。伊嘛咧学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勇气，拄则咱已经讲着因效法愿效法主遭受大难以愿伫这圣神所巡视的迄个中间来领受，所以因原来有领受着福音的真理甲勇气，所以你也看，因必须爱安那？第1章第97咧，第1章第90讲，因必须爱离开因所敬拜的偶像来信主，这是伫真道顶悬的一个基础，所以因嘛拄着足侪的抵挡伊讲来侍奉这个佫活佫真的上帝。这是帖撒罗尼迦另外一个更较大的困难伫这个所在。因毋望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对天降临，这个耶稣就是上帝，互伊对死佫活迄个，伊互阮脱离迄个要领导上帝的受气啦所以因伫遐真勇敢来接受，然后离开来归向这个又佫真又佫活的上帝。为什么保罗因要安尼做？其实足侪人咧想无，好咱亲像耶稣基督共款，最后要进入伫耶路撒冷的时阵，有人咧讲：你著莫入去就好有足侪人安尼讲啦我特别是拄着一寡较无信论的人咧甲我咧辩伊讲你信的耶稣就戆戆啦，就知影头前危险，是安那要去？莫去就无代志是毋是安尼？佫另外讲，你讲的耶稣是会当赢过死神，是安怎袂当对十字架落来？伊若落来，逐个人拢拜伊听起来较像有影是真的啦但是咱知影伫迄个福音救恩的基础顶悬，是因为上帝疼世间人。约翰福音3章16、17所讲的。英语是讲For God so love， 遮尔疼恁上帝遮尔疼恁，所以伊找见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伫咱的中间。保罗嘛知影伊要去后一个城市，嘛会有危险，但是伊知上帝疼伊，伊嘛疼上帝。第1章第4节讲，兄弟姊妹，我知影恁我知影上帝疼恁，所以拣选恁所以拣选恁。今仔日的经文是第8节，伊讲为着疼恁亲像安尼，阮因为恋无恁，这台语的翻译啦中文译本讲，为了爱你们，我们不但愿意跟你们分享从上帝来的福音。所以这是一切拢为着听会带来清楚的呼召，听会带来勇气，听会带来你愿意来甲遮的人分享。虽然你可能要牺牲一寡你所拄着的遮的艰苦啦，还是讲拄着遮的，咱知影保罗听主听甲伊嘛是拢愿意为着福音来受着困着第1章第4节甲今仔日第2章的第8节，拢足清楚甲咱讲，伊讲上帝为着疼恁，所以拣选恁。伊讲阮为着疼恁，台语安尼讲，亲像安尼，阮因为恋无恁，就毋拿上帝福音，连家己的性命也欢喜互恁。毋是讲我的性命互恁刣，是讲为着传福音互恁来牺牲，伊嘛欢喜啦因为恁是阮所疼痛的，这是第8节第2章第8节所讲。因为恁是阮所疼痛的，第1章第4节讲，因为恁是上帝疼恁，所以保罗伫遮伊受托，伊真清楚，是因为
出自上帝的听，爱将福音离开亚细亚，进入伫欧洲，然后来传开看。当然，咱伫查经的中间，咱有几若摆嘛会问过吼，咱通常拢会安尼问啊：为什么上帝的选民一定要犹太人？为什么上帝福音一定要传去西方？吼，为什么一定要安尼？但是这就是上帝的计划，吼，这就是上帝的计划。上帝无需要甲咱讲啊足清楚，伊的计划每一站要安怎行。那安尼有可能咱拢无爱对，免啊。因为头前有可能会拄着困难啊，上帝要伫遐甲咱三甲做伴啊。啊，咱拢知影上帝的计划吼，咱有可能当无爱对啊，足辛苦的。我直接回家看电视较紧，足侪人安尼吼。因上帝爱咱的信心，就是亲像阿伯拉罕共款，迄个呼召，亲像保罗共款，迄个呼召受托。我爱你安尼来对我行。我爱你安尼来对我传这福音，咱做来祈祷。听咱们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保罗、西拉因所拄到的艰难，甲因所领受的呼召，因受托为着要听人，因受托是为着要来传福音，因受托是要爱教示人怎样来听主理，主理来帮助阮，因为。阮教会伫31年前受你的呼召，有一群信仰前辈伫遮来建立这个教会伫遮。阮当已经经历31年，阮要安怎继续来行？祝你来显明你的旨意伫阮的头前，阮继续来思考头前的路是要安怎行？头前的路是你要来显明。阮的兄弟姊妹。伫你的面前，阮也要做伙来祈祷，讲主你引带你显明，阮就对你的脚步来行。无论头前的路你怎样安排，阮就是你受托的路卜，阮只有来对你的脚步行。也就是你继续来显明，来施恩带领阮的教会，阮的同工，甲阮的这，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对小老师互咱遮尔好诶演员哦，请咱来做伙吟圣诗415首，圣诗415首，主在叫咱人做真跟一定。主在叫咱人真跟一定，亲近你智慧，别迁就分别。新鲜的心我在这样的道，能够做一个记号，主在叫咱人回的目的，让你同样不必对我的怀疑。一路都发现，能记住我，能够就一个记号，做每个人来最认定，让最有不知最辛苦的，我现在生活，能记住我，能够就一个记号。我直接来学嘞。
爱在这里出现，我也基本上对阮感谢你，阮若逐摆想到阮家己，逐摆想到你的恩典，阮只有一句，阮感谢你，感谢你所赐予阮的，无论伫肉体，无论伫灵命，你逐时拢赐你的美名予阮，予阮满足，总是阮有时袂记得你到，阮有时惊吓，有时跋倒，有时摇曳。主求你帮助阮，互阮会条起条伫你互你所爱阮做诶，这就正。因为你互阮出世伫这个世间，一定着有你诶旨意。主啊，阮是毋是为真正成就你诶旨意，还是阮行阮家己诶路？当阮迷路，毋知要去倒位惊吓诶时，阮求你，总是你无去验阮。因为阮所做的，互你艰苦心，你甲无要插阮，你还阁是帮助阮，看顾阮，互阮伫惊吓的时，你牵我的手，互阮阁起来行阮头前爱行的路。阮伫世间袂免得有时有惊吓，有时有病痛，有时有受气，有时有欢喜，总是主啊，阮来记得你时常甲阮相甲伫地，阮来所做的。会当互甲你亲近，会当互你欢喜，会当达到你，互阮伫即个世间的目的，由你甲阮相甲伫地，阮奉献担保伫你的面前，求你赐福，阮家清业应拢教业我，满心感谢你，阮来感谢家祈求，拢是靠耶稣的名，阿门。真济，直接要来报告。咱先欢迎人客，咱有兄弟伫咱的中间，咱欢迎，要自我介绍一下无？哦吼，嗯。欢迎吴牧师啦吼，吴牧师，阮真金教会的长辈啦吼，我你公用的囝，欢迎吴牧师，哦，好来，讲着老，今仔是啥物货你知无？农历9月初9啦吼，重阳节。你若去看迄个台湾的迄个教会直播吼，哦，逐个人拢去庆祝，拢在是大人坐喺头前遮吼，咱也祝咱遮的长辈吼，有上帝满满的祝福，甲咱三甲伫咧。好，天气转凉，咱真欢喜，咱阁有这个今仔日甲前礼拜即拢有得到落雨啦吼。我无算因为佫较好吼，讲来时还佫咧落雨咧安尼吼，咱也请咱较照顾家己啦吼，咱迄个毋好想迄文华兄呢，穿甲遮短啊，看了拢会寒，吼，伊有够勇诶吼，伊可能有拄过脑机车迄款，所以伊较勇。来，咱的疫情基本上渐渐在稳定的中间吼，有
得到消息讲，这个 San Francisco 已经用要到解除的上下骹站啦吼。但是咱还佫有一寡所在还佫真严重，咱也爱保守啦吼。好，咱10月份吼，是咱庆祝周年的时间啦吼。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咱也无扩大嘛无法度做伙食饭吼。所以咱伫祈祷中间献上感谢，也求主继续来带领咱头前。咱会当会后的时阵来大家小可分享讲一下吼。我有接到吴德利牧师的电话吼，要爱咱教会写一个大概1000字的迄个教会历史的文章啦，要放伫伊的一本册内底吼。所以毋知啥物人会当写吼。是毋是？咱会当问牧师娘来甲咱讲者吼。好来，10月31号吼是宗教改革纪念日啦吼。宗教改革纪念日就是咧纪念500几年前吼马丁路德的改革吼。有足侪人咧讲吼 reform 是叫做 reforming 啦吼。但是你注意看吼 reform 是啥物意思 ？reform 是重新倒转来原来的形式，你注意看这个字哦，毋是吼，一直改到吼，不像基督教安尼就有问题啊！你了解无？有足侪即摆的真咱咧讲的自由派的教会吼，已经离开圣经的基础啊！伊讲我是 reforming， 我像这个，互咱来一寡提醒啦吼，提醒。后来后礼拜，甲恁讲一个好消息，会当加困1点钟。后礼拜吼，咱的时间调倒去1点钟安尼吼，所以咱加困1点钟，毋好伤早来，才会无人吼。好，共款咱有实体甲这个网络的礼拜进行吼。咱若无方便来的，会通寄到伫教会，咱做会长了会来替咱处理遮的吼。再来拜五。用7点半吼，咱要继续讲这个《使徒行传》17章第1节到15节。我就报互咱的只有到第9节吼，但是我想搁加读几节，咱来讲较完整的一个段落吼。前礼拜出席16人啦吼，这个网络查经12人吼，奉1320块吼。后礼拜讲道吼，而且。后礼拜的复赛的所在，好，来，牧师娘。多谢牧师甲咱报告，请咱来演咱来读这个吼，迄个金句，今仔这个金句，伫个咱就印伫周报遮嘛有吼，咱做伙来读。毋通报仇，也毋通埋怨你本国的百姓，就听厝边亲像家己，一时搁一摆吼，毋通报仇，就听谈亲像家己，我就是耶和华。敢若大家拢无啥有声吼，不要紧。搁再读一摆好无？无毋通报仇，也毋通埋怨你本国的百姓，就听厝边亲像家己，我就是耶和华。9章18节，即嘛叫较真实。好来，咱来唱上言509首，阿罗天父原本万福原本。
那原主的圣神甲咱三甲地地，互咱得到伊会看顾满满丰盛的恩典。愿主的平安甲咱三甲地地对即条到永世代无尽。后来，咱今仔日敬拜甲请我来甲即个讲一下吼。